今年2月，这屏东县恒春分局一名姓詹的警察，追查这偷看乌托邦案件时阵，可能是不办嫌犯唔承认犯案，就用警棍甲伊堵巴肚，造成嫌犯腹内大量出血死亡。这检方今仔日证实，认定这姓詹的警察是用职务权利故意伤害嫌犯，甲伊起诉。那检察院也认定警方有执法上过头的问题，纠正警政署也个屏东县警察局。派出所内底员警一直为嫌犯急救，高送医也是救无倒来。迄时阵，伊被带到所内，伊勘察机车测案，这的承办员警技术不满意，否认犯案，将人压制的时阵，这警棍堵伊的腹肚，互伊被将离伤，佮大出血死亡。检方认定姓詹的员警无顾嫌犯要求验伤，无顾伊上架爱人插咧行，有缘将人带登做笔录，认定姓詹的员警依照职务上权利，机会故意犯伤害致死罪嫌。19警察中嘅将其起诉。对于所涉本案员警已依规定情节予以记过、申诫、调职等处分。本局将强化员警各项执法专业。检方认为警方有执法过当，无遵守所属法定要件等缺失，纠正警政署甲屏东县警察局。警政署回应尊重检察院纠正意见，也召集相关单位检讨测进，佮要求确实落实各项刑案侦办处理流程。按过监委发现，今年发生真侪件执法过当的案件，达到酷刑的程度，爱行政应该赶紧推动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完成立法。前2届立法院、行政院都有提出，之后的话都是没有通过的。那这届新的立法案，因为届期不连续的关系，行政院还没有把这个案送出来，所以就是可以说立法进展是零进度啦。民间司改会表示，立法进度正慢，即马新的执政团队上军建议行政院应该赶紧将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草案送请立法院审议，后由朝野党团支持通过。记者综合报道。